支联棍吼，支联啊，你看过年我叫做青龙棍，哦，伊即个拜新年，到你若拜新年，开始咧打四门，啊，因为咱这是两组，所以一组照讲是有开五赢的模式啦，同在讲死人白死死的角头吼，哦，伊因为两队，所以一队是开东西南北开，啊有一个是倒头开吼，哦，伊即个打即个就开始吼，即摆行到中赢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伫后壁开始咧做西装打扮吼，等下个买互等下查甫阮表，伊咧下个一段的时间了了哦，即中赢赢了。即摆来个打另外一个当点，即摆打西点的角头。伊即个是打万位头前头前北边头前